目前台湾的禽流感防疫佮禁止使用疫苗，分林一个细腻的查甫人伫网络顶头买中国生产的禽流感疫苗，甲一寡食品做伙进口来台湾，甲疫苗卖互农民。分林检察署指挥海巡署等单位发动调查，嘛有抓到这个细腻的查甫人以涉犯动物用药管理法，甲伊提起公诉。这什么物件？ 这杯草分叫出来啊！海巡伫咧家己某一间物流公司查到一批货，这个细腻的查甫人嘛完全信任，讲这1119罐的禽流感疫苗，拢是伊对中国电商淘宝买来违法进口的。分林地检今年3月中摕到情报，指挥海巡等相关单位总算甲人抓到。指挥海巡署彰化查缉队执行搜索，在嘉义某物流 分公司扣得1000余瓶违法输入的禽流感疫苗。农业部统计，今年到目前为止有31间的养饲场有禽流感的疫情，其中有17间伫咧分林县。目前台湾禽流感的防疫政策是禁止使用疫苗。防检署表示，主要是因为疫苗会干扰整体防疫监测，甚至会把病毒带入来，造成防疫的空隙。没有办法真正掌控到。 它这个家禽抗体是因为打疫苗来的，还是野外感染来的？我们不晓得。你从中国走私疫苗，它整个制成里面有一些病毒存在，反而会把这个病毒引到我们的家禽场。检方表示，这细腻的查甫人今年2月拢总有买3430罐疫苗，各用食品进口的名机甲藏伫内底，空运入来台湾。伊一罐是550块买来，再用700块卖互养饲场。专案侦查结束，依照涉犯动物用药品管理法提起公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